原來中山5年前就已經有4.0住宅咯，仲帶埋精裝修，咪即係領先咗中山5年？有冇咁勁抽啊？我哋去一探究竟。我哋而家上到嚟睇到呢一個戶型圖咧，佢贈送嘅面積確實係多嚇，去到11個地方，面積贈送高達50個平方，咁咪即係相當於送咗間 loft 俾你，實用率可達142。喂，真係好似去到4.0咁嘅實用面積喎，我哋去睇睇先。呢個戶型你唔睇唔知道，一睇嚇一驚啊！127方真係好似住緊大平層咁啊，3個廳喎，127方做3個廳，咩概念啊？呢啲都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乜嘢啊？呢邊嘅生態環境啊，真係太舒服啦！隔離呢邊咧就係華佗山公園，前面咧就係太陽城，住喺呢啲咁嘅地方，心曠神怡咁嘅感覺。要商業有商業，要生態環境有生態環境。喂，喺呢啲咁嘅地方應該好難揾到喎，正宗大旺嗱，乜都有齊晒，生活咧都好方便嘅。好啦，呢邊嘅價錢咧都好筍嘅喎，8000零蚊就帶埋精裝修俾你添。你覺得呢個價錢點樣啊？咁最後咧，我哋攝影師展現一下呢邊嘅戶型究竟係點樣嘅。咁睇完呢個戶型有冇驚豔到你啊？係咪都好靚仔呢？呢邊嘅地段配套都好靚仔嘅喎，落樓就係我哋嘅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啦，去到澳門、香港都非常之方便。並且咧呢邊係屬於博愛7路深中通道開發區嘅第一出入口，往返深圳咧都好方便。咁配套嚟講咧，5分鐘去到太陽城啦，10分鐘去到德眾廣場。咁交通我哋嘅生活配套都全部齊全晒嘅。咁呢邊嘅超市、食肆、菜市場啊，樓下呢啲全部一線覆蓋。好啦，想要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，想了解呢個樓盤嘅優劣勢嘅，喺評論區留低3個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